昨6月17是世界食品安全日，消署嘛統計講，舊年台灣有298件3000外人食物種中毒。分析嘛指出講，大部分攏是沙門桿菌，閣有仙人掌桿菌加金黃色的葡萄球菌。最近天氣真燒熱，食品安全問題嘛愛愈犀利。無論是2年前造成6個人死亡的寶林特色食物中毒案，也是2個月前造成170外人破病的潤餅糕事件，社會上三不五時會傳出食物中毒，對民眾的健康造成真大的威脅。6月17是世界食品安全日，衛福部食藥署也針對去年食物中毒通報的298件案件進行分析。11月到4月是冬天的季節，大概是比較偏冷的季節，這時候要預防諾羅病毒。那在現在3月到8月中間呢，其實就是細菌性的食品中毒。那細菌性食品中毒不外乎是沙門氏桿菌、仙人掌桿菌跟金黃色葡萄球菌。那在8月到10月呢，就是腸炎弧菌。餐飲業者也表示，無論是佇餐廳也是佇厝內料理食物的人，都應該愛遵守5個原則：煮食進前愛洗手，食材愛新鮮。糖燒愛超過70度以上，保存的溫度愛在7度以下，80度以上，而且菜甲食愛分開。生熟食一定要分開來處理，比如說砧板、菜刀都一定要確實的落實，不能重複使用，不能同一個砧板、同一支菜刀來從頭切到完，這是一個要避免前次作業。會不會遭受到污染的一個很重要的工作。6月17日，世界衛生組織也公布上新的數據，全球當年有8億6600萬人因為食到無安全的食品破病，150萬人死亡。衛福部也統計，台灣去年有3300外人因為食物中毒破病。食藥署強調，食品安全的管理，自政府對源頭數據的監測，要求業者對食材的管理，閣有外送員運送的過程，到消費者手頭的監督，攏袂使大意。記者貴玉記謝桂林台北報道。